公检付钱子时的钱到员工，分到一方，都这样。会员，蔡经理，那些，都没做掉，同学在干，大家晚安。主持人晚安。羡慕全世界，在电话，再次，很新，中华电话。第三个这个税率的这个变化，它这个环境的变化，它这个种种变化，我们刚刚讲计划赶不上变化，咱前礼拜，咱来讲到中华因为时阵，为一些。咱的这个疫情刚刚调整形象那个整形象100例啊，那因为经过礼拜了后，今日发现变1万4几啊这两个讲起来，这种是非常恐怖啦因为这个疫情这个病菌，这个充满这个空气内底。一个解释讲的，就是每一个空气内底当中，拢有这个病菌在内底。如这物件，你就手防当跑但是有阵时，因为你若爱问，你会平安受掉。但是讲你含一个有迄个确诊你行过，有可能安尼就对。这个够可怕。所以这个无形这个代表实在会使讲非常这个恐怖啦那当然，以这几年来，甚至呢这以前时阵一寡这个科学家啦、医学家拢有咧做一个研究。伊讲咱来讲素食迄个钟南山中国大陆有一个迄个疫情专家钟南山讲食素食的就这个疫情的几率较少，这事实有迄个数据出，嘛事实，因为伊袂着重症，较袂着重症，因为咱的体内无动物的脂肪，这是事实这以目前中的这个医学家已经证实出来。那当然，咱嘛知讲。咱常说，以前英国人来讲起，我无食你，我无伤害你，当然你嘛袂来找我。我无伤害你，你当然来找我。叫做因地个关系，所以这个因果。所以其实
咱是非常年内底当中，咱有这个地位，你想咱好学，像所说已经40几年啦吼，接近40几年。啊，你40几年，咱就有眼光、有看法，人食素食吼，啊，所以咱40几年来，这个规个大家，咱明结了这个课啦吼，啊，大家这个这个甚至款的作为啦吼，啊，社会这个媒体，讲是讲这个议论议哉啦吼，一日食算素食啦，讲几路议哉啦吼，讲故意议哉啦吼，其实来讲嘅，咱拢全知啦，咱拢无知啦吼。所以咱拢唔免讲一路一哉，还是一路两哉，还是一路三哉，咱拢免啦吼。所以咱本来就40几年拢全知啦吼。这是咱必然靠地位，把咱尽量下丰富吼。后来因咱做旁边的这个介绍吼，因咱讲到这个所在，这嘛是伊咧讲的这个这个新秀讲到这个地北片啦吼，地北片啦吼，这个顿奖片吼，这个地北片呢，当中呢是咱学校少的这个一年，进行咱但是咱对头开始来讲这个分享啦吼，读一遍，咱对咱读一遍啦吼。有一同主，明心会，襄阳歌喜主，年13，如玉山来参礼，书院，地色，欢来感心，还将的本来好，若有本即合识主，细说看，会话，以无作为本，见即是主，好话，这三味结合处处舞，回来文物，好相坐祥，还见不见，所以主张打三下，我打你是听不听？对话，越痛越不痛。应该袂使讲痛是痛的啦，是讲痛痛不痛因为干什么去那进去可以刚只是。差一粒啦，差不多呀。这样，有从了掉。因为咱之前大约讲到这个行为的这个变化啦
那由于当主名平心灰啦，常用多事主啦连13啦，有用大师来参礼啦，因为这有约从我来参礼。这个心灰，若要甲讲起，伫东桥，伫高雄讲起，阮老师真有名，一个修主这个真有名。那依照咱合作环境所记载，伊讲因为伊若要讲的是讲7岁，伊就去去的时阵啊，这个做欢喜长修啦13岁来离开着了玉山寺，来到这坐溪广州坐溪啊但咱走乌北玉山寺到坐溪广州坐溪应该是1000多公里当然的理路咱我无解了解，但是我知影乌北到广州有相当一个相远啦。毋过呢，因为在咱咧研究啦做黄金这块啦有一个叫做黄素啦、锌元啦锌是迄个正适合的锌啦，黄素、黄素。用迄个研究对咱合作环境，伊对合作环境来讲起来，嘛真正有兴趣，嘛真正会真济，适合研究合作环境啦。毋过呢，因为研究合作环境的这个过程内底当中呢，因为有研究一本叫做《高精观》啦、《高僧观》高精啦在迄个较悬啉做高精者啦里面发一本册。那当然，伊若因为7岁囡仔，伊就捌了迄个三道经典，了解到道教。到自教经典，那伊7岁囡仔，就甲捌这物件。毋过呢，13岁，伊就离开着了玉山寺，去到广州，行1000多公里啦这个13岁囡仔，那以因当时的迄个推展推电感觉讲较无可能啦。但是因为因若要甲讲起来，因的时间点应该是入做迄个新秀，是差不多30岁，应该是差不多30岁左右。当去到的时阵迄个这个广州到做溪，甲带入做。但是因为应该是93岁，新秀是食到93岁，伊的年数93岁。毋过呢，以这个这段记载讲，因为伫咱的合作团队所看是段记载，因为新秀这个伊是7岁就去玉山寺，13岁就去到这个坐溪。那当然，因为伊的受的岁应该是73岁啦。毋过咱过这个时间倒转来，咱当时咱合作会员，拢叫新书、小书、新书、小书啦咱甲讲才30外，甲个小书有影啦。因为当时若我前辈咧叫一个学校，伊想要过去，咱陈建仁咧叫周建仁，拢嘛叫少年，叫少年叫所以这是一个中辈对晚辈一个尊称。那这是小书一个尊称啦，咱甲当个小书当个囡仔是小书不过因为这晚会，咱在讲起当中，因为高升观内底当中，伊个推论就是讲30岁，伊当对乌北去到迄个广州，较有可能啦要行2000多公里较有可能啦你讲13岁囡仔要行1000多公里真无可能啊！过经济这个有车难开啦，还是有哪会阵啦？那什么这个车的车啦会晓被这个车往行嘛？过去拢是安尼嘛。你想当时若做会员，入广州，去行倒学会，行倒学会，但去到拜访，去门外拜
五组，行过会比较好。你有一个什么会比较行过会，伊生活，行伊食食，伊困，伊经济，可能这个困难啦。所以咱欢喜看一份一份解说到讲的这段啦不过因为这个是，这个不是真重要的物件啦。当然，伊这历史的离到这千多年的内容，你去甲追溯着了，迄个真正时间点，迄有一寡较争议的所在啦所以迄也有水做的，重点就是讲，因为伊咧论坛这项当中啦伊讲对着全市咧参与啦所谓知识换来干涉，原将得本来这段话就是因为，若要甲讲起来，因为咱合作规定当然，伊甲讲知识的限知识，咱正咧讲各位大家，各位前辈大家，即句话的意思这个知识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安尼啦各位前辈，因为伊对合作规定，伊一个准则，像咱叫咱老师啦咱拢毋是讲我做前辈，我讲囡仔，毋是安尼叫，毋是上小的人，粗落去，对，冒咱咧叫啦人因咧叫语言，拢是成知识，还是咱进行的咧讲各位前辈，各位大家，前辈，拢会这个民俗对这个晚辈，其实对这个前辈，这个尊称这句话就是安尼。但是来的时阵，讲本来干心，原将的本来当然这句话真重要，因为这句话是咱重要的，因为你会伫这同时，咱有爱咱合作规定行过月到公上市，有爱做事你是为安怎而来？合作规定讲不求一分，但求心不压。欲求造婚。我头先有人讲话对不对伊头先有人讲，但这物件是讲你若做规定，伊去到迄个去到的时阵当上市，伊记着有爱做事头一个甲试伊。咱讲起来，伊经济这是经济，你要怎压抑？就三个讲，迄个考试官要考你，用随一个考题互你，看你要甲应伊的物件，因为这段话就是因为咱合作规定，当然，咱要甲讲起新秀，去到的时阵这个做客，伊迄个时阵，有头厝就人讲，哇，你今日多辛苦，你嘛惊过月了啦你来将你本来你来是要求着，你是要得到求迄个本源吗？你要求着迄个根本吗？要得到迄个本源，迄个根本吗？所以呢，伊是讲，伫迄个论语出来讲，君子以本嘛君立以德性嘛。本迄个本源，迄个本源就是咱的根本。就现在我想讲，像有囡仔，最有源电有本人本就是人本就咧讲自性树会紧，树若无紧，伊在活；水若无源，伊在。伊这个本是咧讲啥物件？伊讲你来，是毋是你今日就是要求这个本源？你就是要你这个自性，甲你讲。所以后壁出话就，伊后壁出话就讲，我来开始我得本来欲求本即合适出，伊就讲出来。你若合适，来得本欲求本即合适。你若有本，你若得得到本，你当适合了解你的主人，了解你的主人
咱不求伊本嘛，但不作本嘛。甚至哎，本毋是咱本嘛，迄个本毋是咱出嘛，咱一定会了解。咱咧看伊有足侪因素，那足侪因素的内底当中，有两个因素无相像，但是意思无相像。比如讲，我常咧讲，一切法，一切法啊，诸法啊，万法啊，一切法啊，诸法啊，万法啊，啊，较有无相像？一切法，一切拢包含嘛，诸法诸意内底诸都拢包含在内嘛，对不对？万法就是讲一个足大的比喻版嘛，其实拢讲一个物件，但是因为咱的众生就是哪，要以文释义啊，以文释义或者文到头边去，安尼对啦。你是讲佛自性，咱个佛自性灵魂，这讲是为实相。其实你讲的拢讲一个物件。是天学家咧讲是咧讲啥物件，科学家是咧讲啥物件，文学家是咧讲啥物件，离佛教是咧讲啥物件，离耶稣是咧讲啥物件，你敢听？耶稣是咧讲，伊咧讲迄个自性，咧讲迄个实质，就是咧讲咱的本源，咱的本性，安尼。但咱拢是叫这三，毋通看这看就是老诡异啦，所以你若会，安尼当中，你心会自着怎死来？这辛苦来当然，完全本你是要来求着这个本源。你若当了解着这个本源，结合实相，你就当了解着你家己有一个自性，这个自性叫做主人，你的叫做主，这个应该是来解释来，细说看。细说来讲，安尼当中呢，你是来讲一个我听看卖啊，讲我听看卖，你看你的，你的迄个意见，你的物件，虽然讲这个讲行家一开口，变出有没有？你有物件无物件，你讲啥人听有啦？我老爸常咧讲一句话，你若要叫我做，我袂晓做，你若要。我讲话会这样做，我知影。咱做的就是讲，你讲道理我袂讲啊，你若讲出来，讲对或毋对，讲到好我袂我听啦，敢是安尼啦所以拢听来拢使讲袂我咱袂晓讲就对。伊即句话就差不多，咱这个作业，就咧面对着咱心灰时阵，面对着心灰时阵，头一个就讲问这个问题。无你来讲啦，你讲啦，我听看卖安尼对啦看你爱的物件，看你内在迄个情况角度所在，应该安尼是安尼讲回法为心灰啦感情个回法以无主为本，见即是主啦伊讲以无主为本见即是主。这个心灰，你讲以无主为本，见即是主。这句话，若要甲讲起，足简单讲的，咱足简单，你讲一句足简单讲，但是你真正要这样做。唔知跟合作别人讲，说这个三字啊，结合处处入。伊讲出话出来后，当中跟合作，三字，讲话无害的处处，讲得真空过真自在，但是看得出来。处处入就是讲无照着迄个，迄个真轻浮啊，很轻浮的讲一句话出来，安尼对啦。所以咱伫这个当中呢，讲出了后，会咱明白。伊这句话就是咱是咱书伊伊法讲的，讲啊。你这个三字咧讲的当中轻浮的无合处处入会咱法会的心会啊嘛咱法。我想做三做善啦，法见不见，安尼对。这句话特别啦
清啦吼。当然，因过去有咧上课人拢了解啦吼，和尚上真，和是可以万物，上就是呐，宇宙中上的有上一个人，干是个和尚。和尚坐禅，你看不见，你看到还无看到就对啦吼。好，你咧坐禅的时阵，哦，因为你北方的时阵啊，拢会时阵啊，哦，这个。人讲做心看清啦吼，拢想到个北方迄个时阵，拢上迄个咱新秀，时阵咧讲叫做解，人讲做心看清，就是就解下，哦，为了净化这个心嘛吼，所以新秀这个心花搞成了讲，虽然你咧坐禅的时阵，你有看到，还无看到，安尼啦，安尼就对了吼。这个书医怪中啦吼，拍三个文，我拍字是听不听，对用越听越不听。这因为伊这个讲啦吼，医生若要甲讲起，这种讲甲的时阵啊，这个个吼，若要甲讲起吼，伊这个咧咧讲这个个哦，这个个这个讲的。都是对机的对吼，接着说，我给，免那个给，按照这个不给，这个已经是到了大概水，但是所有的重要是关于它，我对晒，我看你是听不听，对我越听越不听，这个问题大概是，哪个讲给，给你。迄个咱当时来做环境的时阵就袂去，迄阵当时的当中，迄个合作为着去到迄个查房的时阵，你会去掠去迄个伊咧招伊咧看，还去讲啥个，听啥个啦。其实伊拢有伊的常理，拢有常理条。你三间，对后尾问题嘛，手要对后尾问题，因为这种是一个常理，但是因为公园若要甲讲起来，这个若做规定啊，把心因为要看到心花变复健，所以伊也去甲拍伊的衫个，我拍伊听不听，当然这第一个解释就是咱话，他话伊对你的步骤。第一啦他看伊对立步骤，伊头一个就是讲做啥啊，但是你这个物件就不捌看啦伊怎即离即离上要带咧做心看清啦所以呢，伊这个拍伊三个嘛我伊就叫拍三个嘛那第二个呢，就是拍法，第二拍法相对的接触，第二拍法相对的接触因为安怎讲呢？咱知影心花，伊就是即味见或见见到不见，这叫做变化，见到不见变化。所以伊的第二个方法，因为伊这个相对，这个相对相对指标，咱知影并无应该有这个变。用菩萨有我相，有人相。有正心相，有行者相，解决菩萨，这拢是菩萨。所以伊这个看到了心性、心花的这个，意味咱了解伊实理那第三呢，这个拍法伊的生死的情况。第三啦拍法心术，
他把生死的看来吼，因为伊咧修行过来对当中的吼，牵挂吼，看来牵挂到在解说，咱想要的，咱上个想要的这场叫，咱要解心化经啊，做心啊吼，解心化经啊吼，化经啊吼，哦，这你的想，这个始作，这个细节啊，始作。你这个一个字啊，那像一颗那像菜，就参照迄个当时妈祖上出，甲迄个太阳上出，啊，妈祖上出，一个一个一颗那像迄个袂叮当，太阳上出就那个活，就那活，其实好多活，妈祖上出，那妈祖上出，哇，就后边做行嘞，就后边那我来做行。那么你了解他们的行为，这个相对打破，要拍拍你一脚，有车唔行，是讲有车讲，当然咱来一天啦，当然是讲他们讲有车，你讲有车唔免来，对，虽然你打破你的工作，比这个你在好了解，但是你这个心啊，完全的比属鸡啊，西极啊，变成属鸡，收到尾啊变成咱啊，变成四条，拍破相对的这种，因为咱众生想家就是执着我相、人相、众相作，这个相对嘛，咱知影相对。二元对立法，这你相是啊嘛？但是你后壁讲的就是完全就是讲这物件，你是什么？你当时你第一遍、第二遍开始就是讲是什么？是什么物件是讲要离开着伊问题，离开伊问题就是讲讲道理。所以伊嘛是拍破伊相对，有我相，我相面上这个两边嘛，这个两边嘛。用变法，有用变法，就啦。我上印象，众生上是这上，这种些物件，咱不得来讲，伫金光经里第14分来讲，用我见第15分啦，这有种不能讲是伫迄个第15分来底中，这阿当如来阿妙23到3。用小我讲，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世界见，这有出现可以解释，这就是这个叫做相对的这种。那第三个拍拍生死的看法，什么叫生死的看法？这无好拍拍的。看人家讲啦，是人就经历来，我拄着啦。金光经啦，做光经啦，讲到要卖，四方面嘛讲到要卖，讲伊面对面离世界的事，你看来，迄个，这个心态就是这个，当今变啊，发生变因为因为后尾我离这个这个高雄这个台南现代。就是在这种方法，当你老行行到是亲戚的嘛，安尼对啦，亲戚对我真的啦，内边啊，当伊的查某囝啦，伊后生啦，伊的媳妇啦，伊阿孙啦，太太啦，一寡伊朋友伊的大姊来看，亲
记得，这边的品质不少品，但是伊迄阵咱动者无啥买，伊爱你去搞无啥品。像伊个孙啊，伊个听伊个某个讲法吼，我看见我实在是这个，我实在出来好对啦吼，总是大家朋友嘛吼，啊大家同心嘛，啊去了，啊现在讲，你，对啊，甲手机讲一个话嘛吼，当然因为影响对我的话，所以我大部分影响我有感觉，吼，手啊那个看个面吼，我手机。大有不得，现在动不了，伊嘛动不了，伊从学怎么好，啊我嘛是动不了，像你讲两句嘛是，迄个，就反正讲，迄个拿稳当个，伫个拿稳定个，你讲个我同讲嘛，你若拿稳定个，咱讲袂个，真正我同讲，迄个感觉，那迄个真正，迄个不是叫洒脱。生死看淡。咱真正我真正讲明这个是啊，两条的。有一个拄着吼，若真正对这个生死吼，这个没有打破生死的挂碍吼，牵挂的之下，打破生死的牵挂吼，他化生死的牵挂了吼，真正。修得对象，咱这是咧健康，我感觉嘛，我健康身体健康，我感觉怎？有一个当中，你个病医生啊，你得到迄个无好的物件，你会牵挂咧，你会破坏咧，真正咱个心啊，真正迄个心啊足重，理性啊足重啊，容易我爱要生，爱唔爱死，我一定要积极些物件。你有感觉？你有法度达到生死一如，你有法度达到生死一如，所以你当时心灰离到这当中当作语言给他，你一定要打破生死挂碍，所以会夹在第一个就是哪打破对执着，第二打破对象的执着，第三打破生死的挂碍。好。生死的挂碍，那叫做无主，那叫做无主。我其实，咱经方面，介绍，阮来介绍新闻来介，迄阵当时，官僚王时阵，官僚王，那官僚王，那是官僚王，那极恶的王。官吏哦，完全咱叫叫结暴，极恶，结暴，极恶的王，这是官吏王啊。割礼王，伊当时当中，甲迄个日本先人，这个时代是迄阵咱讲，伊讲我历史书报第一就讲，如我是为官吏王，这在身体是有历史。无我上，无人上，无众生上，无寿者上，可以讲。我往昔，这个真个是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应生情。这个就讲比较出来，一通也不通，你会请问没？一通也不通，这是这个是对我这个神的讲的。伊若做别人讲，我看你试看卖咧，我怕你是听不听，看你哪来应。伊是讲会听会不听，但是我请问啦吼，当时官吏哦，你来引入先人，这个实在是会听会不听的，然后会听会不听，你甲试看下，我会听不听的，因为人以后要负责我往昔我用这个实在是，这个实在是用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应生情分。我阵啊满顶有一个人咧挂我，我咧互挂，我就安怎相对的妄想好，我要惊死，我就要听死，积极好情分，你要应生情分嘛。但是伊个当时观念，迄个你莫先人讲，我是往时
可能这只个是我无某上、无人上、无众生上、无实质上，我迄个时阵无我定思想。咱这讲啦，恁听听，怪袂听。迄真正比讲迄简单。咱是阿无，你要进到别咱我当你看迄简单嘛。咱唔知啊，咱安怎想也想无讲，这世界是袂听的。啊，人金风金安尼写，人经典拢甲你变，啊，若甲你变，咱这2565年啊，咱苏州60年啊，靠可能到什么？是因为咱无讲迄个意见，咱无讲迄个境界，所以伫迄个时阵，这几个是无我上、无人上、无众生上、无实质上，所以已经我们一直甲你扫思想，甲你扫思想，我会记得。会有一个故事啦，叫做云门禅师啊，云门这个云门小书啦，这个云门啦，云门它是不会禅师啦云门小书啊，不叫小书啦。有一个当中呢，迄个云门上师去拜见迄个武业上师啦，武业上师来啦这两个啊，那袂歹啊阮了一个在哪呢？阮了有一个在鸟啦，这个鸟啦，好，伊里面迄个就是这个鸟啦，真正这个鸟的嘛，迄个真正这个鸟的，咱就这个鸟，爱鸟就对啦，咱这是武业上师啦。这个我们上次拜见武业上师的当中他讲，但是我有一个迄个，当然都有一个 YouTube 开始有一个三米的，有一个上师来开门啦，门来开起来。当伊一迄个云门禅师一较行入当中伊就门怎关起来，开一条，迄个武业上都哀声大声啦，迄个云门禅师哀得大声啦。伊我伊也袂记来讲，伊讲你未来底安尼讲，当然为什么你是内底还是外口？伊讲我一脚入内底，一脚入内底，甲一脚入外口，拢唔对。心，迄个心啊，到内底到外口。当迄时咧讲境界，迄个心无力量无力化，安尼讲了意思。马体有力外有内，你业着了有跳不跳，但是你迄个心的内底当中有跳不跳无？让迄个心的内底当中就无力内底，甲无力外口，安尼啦。这个物件咱去听着。所以咧，因为现实当中咧，咱做文言，为着咧打迄个这个这个新会，咧到社会当中以用着拍。来个对话一听不听，是嘛？书文来了，对了，我这里点书文。我亦見亦不見，心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如何是亦見亦不見？書文，我之所見，常見自心各偏，不見他人是非惡惡，是依亦見亦不見，令言亦同亦不同如何？你亦不同，動機莫識，欲同，即當凡夫，即起親會現。
逆向前见不见是两边，逆向前见不见是两边，同不同是生灭，同不同是生灭，逆自性听不见，你就是听不见，刚你拢人，干你弄人，心灰礼拜为啥？因为礼拜为啥？这话呢，特别少在讲心灰啦，哦。啊。因为圣人啊吼，因咧对话拢是讲伊心的内底。如果咱若以上概念咧讲啦吼，咱袂当讲伊是上。所以人讲，迄叫做搭低音的人咧讲话啦。如果今日去吼，比如讲反对人，伊讲是反话，圣人是讲圣人话，天人是讲异常人话，哦。心理人是讲心理话，读册人是讲读册话，我感谢呢。所以迄个意见无相像，迄叫做赞许无相像。但是因这个这意见拢已经讲明迄个上升之个，拢不过先这个物件。所以讲伊同伊不同，见不见，这种毋是咧讲表象的见不见，哦，看不看，毋是咧讲这物件。这是拢要讲究伊个实相这物件，所以呢，因为心灰当然伊嘛是一个真正对这个佛法嘛真正有深入的人，伊信啦吼，咱是讲做什么？伊信，咱如果每一个机缘，虽然讲即世人，咱来到这个世界，咱会当修到，咱会当学到，甚至咱到达长大佛法，那毋是过去。咱所结的这个诸行因，咱过去一分、二分、三分、五分，所讲结的这个诸行因，咱平常可能咱听这物件，这物件刚才你要听物件呀，作者我迄个伫迄个咱读册，咧读书会时阵，咧读书会啦，无上甚深微妙法，一千万遍咱做。我一点一学期，我带入的进行一样哈，咱在这里注意啊，我讲我们去啊哈，你这个台经济哈，我写4篇，我写4篇啦，那是一心就来写，什么我第3篇哈，有这个，我这我把那个公干话门的东西可以多点讲，目前你。这是重点的呀。咱头医生迄物件我里头我嘛无看迄物件，其实我物件伊规个里头发里面物件，你若计算嘛里头发里底，你讲哪里头发里底？我了讲只40个，应该是40个。我边仔一个认为做，认为做，我来做有啦。若要甲讲起来，伊对数量是对啦，先了，咱大人办了真正先啦，然后打工，我讲了，给问了伊讲，不行，我上你讲这全部，讲是切，但是我听无意思，恁听有意思无？听讲听，讲恁听无？应该你这听啦，你听无就讲咱意外这就是我出来讲这个讲这个。咱讲这个法律，真正咧讲个第一个物件，如来是违反大乘下说，如来是违反最上上下说。若有人受持独相处境，如来是必是人，实见是人，该其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边边、不可思议无边。如是一，即无何当如来阿妙多。安尼
内心就是去菩萨，哦。